闻之有石楠花味。石楠花是什么味？就是门心的味道。干嘛打我？对了，你可有在元阳伯府搜到符类的东西？这个当然没有。没有，你拽啥拽啊？还不去搜？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此乃西域邪术。人偶放在床下，初一15行房之时，洒下阳符水，便能让皇上如得马上疯一般昏迷，虚弱而死。马上疯，这些人不仅要朕死，还要朕死得极不体面。不光如此，初一15朕定然在皇后宫中，若在皇后宫中出事，只怕徐家也脱不了干系。那跟我俩互换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此符名为阴阳转换符，如果遇到阳符水，就会瞬间抽干皇上体内的阳气。然而它被扔在了荷花池里，水属阴，遇阴水，变成了真正的阴阳转换阵。二位同时跌入，恰逢星宿调位，便阴阳互换了。这些乱臣贼子！宠幸个后宫这么危险，皇上，你还是赶快出家吧。清心寡欲保平安。不过臣仍有一事不明，这娃娃应该在床下才是，怎的会到池塘里？这个好像是我扔进去的。哼，萧锦云这个昏君，根本不在乎谁对谁错，从来不会帮我说话。你这么会和稀泥，你怎么不去砌城墙啊你？气死我了！啊，你是谁啊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！回娘娘，奴婢刚刚在打扫房间，不慎将擦地的布巾甩到了床下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行了行了，这么一点小事不用下跪，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皇后方才在念什么？奴婢没听到。哼，没听到，朕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臣妾去练剑了。啊，一块布而已。你还记得那宫女长什么样子吗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转过头就忘了，哪里还记得？自己宫里的宫女都记不清，你还能记得什么呀？哪天被人害了，都找不到凶手。你当谁都跟你一样过目不忘啊？连3年前我说的话都能记下来，反复算账。臣妾心大，从不计较，也就什么都不记得。哼，怎么不记得？你还记得吃，记得睡，记得下水摸鱼，上房揭瓦。喂！常听王爷说二位情投意合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国师还有时间聊八卦，看来清闲得很呢。不如等皇上明日搜出阳符水，再宣陈吧。